归生，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诸佛正法显身圣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身圣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身圣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学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那我们上堂课呢是上到第25页，就中译第25页的倒数第3行。那无我的主张方式呢，就是他承许继续派承许这个无我的这个方式呢，那承许就是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空呢是初分的这个普特伽罗无我。那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是细分的普特伽罗无我。那除此之外呢，就我们上堂课有讲到说，就是在苦地呢，把苦地分为4个形象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分为这个无常、苦、空、无我。那苦地当中这个无我的这个形象呢，指的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它的无我指的是这个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那苦地的这个4个形象里面的空呢，指的呢就是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空。所以这边一个空，一个无我呢，一个就是指初分的普特伽罗无我，那这个无我呢，指的就是细分的普特伽罗无我。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就是了解了，就是承许呢，普特伽罗常因自主空呢是初分的普特伽罗无我，以及呢，承许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是细分的普特伽罗。那我们在了解了意思之后呢，再过来看四谛当中里面的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能够了解到说，苦谛当中的空呢，指的就是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空。那无我呢，指的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的这个实体空，所以它只是说在名言案例上呢不一样之外呢，那实际上它的意思呢是一样的。那同样的呢，在了解这边之后呢，那我们再看到说就是释法印，那释法印呢讲的就是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同样呢，在释法印当中所指的这个诸法无我的无我呢，指的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无我。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色类学里面学过同义嘛，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同义呢，就是释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的无我呢，还有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苦地的4个形象里面当中的无我。那第3个呢，就是在现观里面呢，它比较少会用到说苦地的4个形象，它大部分用的是呢，就是无常等四谛16形象。所以无常等四谛16形象当中，这个无我的形象呢，指的呢也是普特伽罗生死独立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那第4个呢，指的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呢，这4个无我的意思呢是同义的。所以呢，我们在讲到说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呢，要通达就是无常等四谛16形象当中的这个无我。所以我们在讲说升起出离心呢，所要通达的无我呢，指的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所以呢，我们一般在讲到说像是通达无我，或者说呢，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圆着无我的这个闻思修，或者说我们在讲到说在见到的时候呢，就是能够获得就是透由闻慧呢通达无我。那在加行道的时候呢，透由思慧呢通达无我。那到见道的时候呢，就是现证无我。这里所讲的无我呢，全部都不是指这个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空的这个无我，他这边所讲的无我呢，全部都是指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无我。
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边讲到说，这里讲到无我的时候呢，都要安利这个普特伽罗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呢？因为我们所讲到，就是我们就近呢要断除的是烦恼障嘛。那断除的这个烦恼障呢，烦恼障的障碍指的呢就是普特伽罗我执。所以这个普特伽罗我执我要断除的时候呢，我一定是从就像这边修正一下，刚刚是讲到说就是见到的时候呢，或资粮道的时候呢，获得这个无我的这个文慧，然后呢，加行道的时候呢，获得这个思慧。这边修正一下，是资粮道的时候呢，获得这个通达无我的这个文慧以及思慧。那在加行道的时候呢，获得这个修慧。那在见道的时候呢，就是现证这个无我。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究竟呢要获得的呢是解脱，那解脱呢所要断除的呢就是烦恼障。那烦恼障呢指的是普特伽罗这个我执。那普特伽罗我执所支持的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一点。所以如果呢我们所安立的呢，就是我们在见道。我们在资粮道还有加行道的时候呢，在资粮道的时候透过闻思，以及在加行道的时候呢，透过这个修慧呢去通达无我的时候，如果所通达的呢是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的这个空常一自主空的时候呢，那它没有办法直接成为这个我执它的这个正对治，因为所谓我执的正对治呢，就是你的所缘是一样的，但是你们所支持的呢是要刚好相违的东西，你所支持的呢是要是正相违的，所以呢，就是唯有安立这个无我呢，是普特伽罗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见到的时候呢，就是对治正对治这个片质我执嘛。那之后呢，断除片质我执。那在修道的时候呢，开始对治这个具身的这个我执。那等到无学道的时候呢，断除这个具身的我执。所以唯有安利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为我们所要证的这个无我之外呢，它无法成为我执的这个正对治，因为你的所缘，你所缘的东西既然是不一样的时候，你的形象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成为正对治。所以这里呢，才要安利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原因。那为什么说就是我们所要对峙的呢？是这个普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呢？因为像我们升起任何烦恼的时候呢，那以嗔心来说，我们为什么会升起嗔心呢？在升起嗔心之前呢，一定是先透有非理作意。那有了这个非理作意之后呢，我们内心开始争议。那争议之后呢，就会开始认为说，哦，我不欢喜这个人，或是我为什么憎恨这个人？因为呢，他可能之前伤害我，或是他现在呢正在伤害我。所以，当我们思维到无论说他之前伤害我，或是现在伤害我的时候呢，我想到被伤害的这个我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我内心所现起的形象就是一个不需要关带运体的我，是一个不需要关带运体，然后能够独立于运体之外的一个实体的这个我。那当我内心现起这样形象我的时候呢，我自然就会不断的将我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增长。那这就是因为我执的缘故。那因为我认为是有一个不关带运体的我被伤害之后呢，我对这个人的嗔心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强，我的非理作意的去争议的这个执着呢就越来越强，所以由此而产生的贪心以及嗔心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强。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说他所伤害的这个普特伽罗呢，实际上没有一个普特伽罗呢，它是不需要关带运体的。所有的普特伽罗都是需要关带运体而去安利的时候呢，当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自然而然呢，我在升起贪或是嗔之前呢，我认为这个不需要关带运体的我呢，它就会被对峙了。因为你知道说，所有的所安利的我呢，都是要透由关带运体而去安利的时候，我内心支持这个不需要关带运体一个独立实体的我的这种执着，它自然而然就消减。那这种我消除的力量减弱的时候呢，支持这种我的力量减弱的时候呢，由此而引发的贪心和嗔心，它自然而然就能够慢慢的消退。就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会很担心，就是别人说哦，可能哪一年的时候呢会发生世界末日。那我们听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我们内心自然而然就会感到恐慌。为什么呢？因为一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呢，既然世界都不存在的话呢，就表示我的国家会不存在。那我的国家会不存在呢，就表示说我的家乡会不存在。但是呢，其实我们内心最害怕的呢，就是不论是我讲的是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们最担心的呢，也是担心说我自己呢会跟着消失。所以，我们执持到最后呢，都是以我作为出发点。
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像是呃，比如说我们住的是大楼这种高楼大厦，那我们在回家的时候呢，比如说工作结束要回家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有一个认识的人呢打电话给你说，哎，我从远的地方呢看到你住的那栋大楼呢好像在冒烟，会不会是失火了？或者说呢，我还没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在远的地方呢就看到我住的那栋大楼呢，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消防车还有警车在楼下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第一个现起来的相状呢，立刻就是觉得说啊，我的房子会不会怎么样？那在想到说我的房子会不会怎样的时候呢，其实追溯到究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到说我的房子会不会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冒出一个我很强烈支持一个不关带运体，然后独立实体存在的这个我呢，会很强烈的这样冒起来。那等到呢，我到了家里楼下的时候呢，然后去看的时候，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失火的呢不是我家，是别人家的时候呢，内心的这种恐惧，或者说内心的这一种慌张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内心呢就会变得比较欣然一点，好像哎，不是我家的这种事情。所以，当我们升起这我执的时候呢，就我执它在指使我的时候呢，我们一现起这个不关带运体，然后能够独立实体存在我的时候呢，这个我一冒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就是它是不能够被损害的，它是不能够被伤害的这种感受，很强烈就会在内心升起。或者说呢，在大众集会的时候呢，或者说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有的人就是突然站起来了，然后指着我们的鼻子说：“你这样做不行，你怎样怎样的时候，或者说你就是完全在骗人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这样指责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很强烈的这个我，它会自然而然的任运就会升起来。”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我呢是不能够被任何人所伤害，而且你只要一被指责的时候，你内心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想要去反驳，想要去辩护，不想要让这个我呢受到伤害。还有呢，我们就是说，这是他这几天的一个体会，就是说，他发现呢，就是早上起来呢，要是有思维这个皈依发心，那无论说我们是一起床呢，就是在床上去思维这个皈依发心，或是吃早餐前，或是吃早餐后，那思维的时间也不用很长，就是3分钟、4分钟、5分钟，那乃至于说你少于3分钟呢，也是可以。但是呢，只要早上起来呢，有在思维这个皈依发心的时候呢，那今天呢一整天要是遇到任何的痛苦的时候呢，那可能是因为早上思维发心的这个透有我们讲的就是经典里面说发心的摄持的这个力量，或者说发心它本身的这个能力呢，还没升起嗔心之前呢，它自然而然就能够遮止掉那个能够让我们发起嗔心的这个缘。怎么先说呢？就是这几天呢，他对于经典里面讲到说，这个发心的这个摄持之力呢，他有一种就是他自己有体会到什么叫做发心的摄持之力。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当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那可能因为昨天晚上跟家人吵架的关系，或者说自己就是想做的事情呢，就是做的不顺利，想要承办的事情呢，承办的不顺利，或是任何种种的因缘呢，就是一早起来呢，或是发那种起床气的人，他一早起来呢，就是感到很愤怒的这个人的时候呢，那他今天无论呢做什么样的事情，即使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好，或是他做任何的事情呢，因为早上这个嗔心的缘故呢，所以他今天一整天呢，他的身体会感到不舒服，同样的呢，心里也会感到不安。那或者是说呢，就是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可能去参加考试，然后今天早上呢一起来呢，然后就听到说哦，我去考试呢，然后落榜，考试不及格这样。然后一听到自己考试不及格这个消息的时候呢，那今天呢，即使父母亲呢带我们去吃好吃的东西也好，或者说我们出去逛街也好，或出去看电影也好呢，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呢，考试不及格这件事情就会一直卡在你身上。你做什么事情，你内心就会觉得很不安，就会觉得不舒服，就是总觉得没有办法这么的舒服的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那第一天的时候这是最严重，那当然是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当然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小。所以无论说像是我们听到任何不好的这个消息，那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听的当下一定会不舒服的嘛，
这是一定会的。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早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你到中午的时候，你还要吃不好，你还要睡不好，那乃至于说到晚上的时候呢，你也会吃不好，你也会睡不好，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是早上听到这不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到了中午跟晚上呢，内心突然会不舒服呢？那举这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早上听到这个不好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因为一早心就不安，然后因为心不安的这个摄食之力呢，所以我们无论是到了中午或是晚上呢，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所以这边是在人们界是在用譬喻呢解释到说什么叫做摄食之力这样。所以这一所讲的呢，就是以譬喻来说，就是当我们早上呢听到不好的这个消息、不好的新闻的时候呢，我们心会不安。那有这个心不安的这个摄食之力呢，会使我们一整天，无论说你做任何开心的事呢，你心呢还是会感到不安。那这个呢，是我们最能够体会、我们最有感的一个例子。所以反面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把它倒过来呢，从良善的这一面来看的话呢，那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一早呢去思维菩提心也好，或是我们一早呢就思维皈依发心，那透过这个思维皈依发心的摄持之力呢，它能够让我们在遇到任何痛苦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不舒服，就是痛苦的这件事情呢，透过皈依发心的摄持之力呢，把它给遮止掉。就像是呢，就是我们只要是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常会升起各式各样的这种非理作意嘛，就是说，我好像快死了，我活不了多久，内心会有各式各样的这种非理作意。那其实这一种就是非理作意呢，就是我们早上只要一起来呢，升起这种烦恼心的时候呢，那我们举一个譬喻来说，就像白纸上呢滴到油的时候，你油一滴到白纸之上呢，它这个油呢，它就会慢慢的融到这个纸里面，然后慢慢的这个扩散。所以烦恼之心呢，它会让我们的这种善心呢，好像没有办法升起来，或者说，因为它一早呢就把这个白纸呢上面的这个范围呢，它就已经占下来了，大部分它就已经占下来，所以我们的善心呢就不容易升起。所以同样的呢，如果我们一早起来呢，能够去思维皈依发心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就像在纸上面呢，我们已经先把这个善的这个油呢已经滴上去之后，那因为善心的力量已经大部分占据在这张白纸之上的时候呢，我们其他的这种不愿意的烦恼事情呢，它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升起。所以呢，如果我们一早呢就能够就能够观想皈依发心的时候呢，就如同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领域里面呢，我已经先把皈依发心呢，就是占领了我心上面这些土地。那当一天里面，我当然有可能会升起其他的这个烦恼的事，就是有可能呢会升起这一些烦恼。但是呢，因为一早我就已经用皈依发心呢，把这些领地呢全部都占领之后，即使升起这种烦恼呢，那烦恼它的力量呢就变得很微弱，它没有办法侵入到这个领地里面。但是如果说一早起来呢，我并没有去思维任何的皈依发心，那这时候我心里面的这一块地呢，它就是空空的。那当你心是空空的时候呢，你只要遇到任何的升起烦恼的时候呢，它烦恼自然而然就会占据了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一块地。所以呢，就想要说，如果我们一开始一天的早上呢，要是能够去思维这个皈依和发心，内心最初一早呢就升起善心的时候呢，那我们今天即使遇到了就是和我意见不合的人，或是会让我升起嗔心的这个对象的时候呢，我可能一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内心就觉得说啊，其实遇到这个也是难免，没什么关系的时候，当你内心一升起这样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之后要升起的这个烦恼，它力量就已经变小了嘛。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个有一点就像在修忍辱一样，所以觉得说啊，这个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升起这样的心的时候呢，他再去对你的时候，自然而然你这个烦恼呢，它就不会变得太大。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呢？因为我们在一早呢观修皈依发心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呢，就是即使我现在遇到这个会伤害我的友情也好，或者说呢和我意见不合的友情的时候也好，因为我一早呢就已经思维到哦，我要去利益一切的友情，或是我一早呢因为观修发心的时候呢，我已经思维到说一切友情呢对我都是有极大的恩德。所以自然而然，现在在我眼前的这个会伤害我的这个友情呢，他也是在这个一切友情的下面嘛，他也同样的对我是有极大的恩的。因为一早就有这样子的思维的时候呢，所以当遇到一些
可能引发一些冲突的时候呢，我内心会想说啊，这个也是难免的，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可能我们之前没有好好沟通清楚，那虽然说之前没有好好沟通清楚，但是呢之后呢，我也可以慢慢的跟他解释，你内心里面自然就把这个该如何和他相处的这个方式呢，你内心就自然建立出一个就是如何和他相处的这个次第，那你自然就不会在遇到事情的当下呢，就立刻和他吵起来。那如果说一早呢，我们没有思维归一发心的时候呢，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不愿意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内心自然而然就会心里说，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人呢，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内心的这种不愿意的这种情绪呢，立刻就会现起来。然后现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想说，那我该怎么对付这个人？我到底是该臭骂他一顿呢，还是我该摆脸色给他看？或者说呢，我该用什么方法来修理他？我们内心各种非理作意呢，立刻就升起来了。那这种非理作意升起来之后呢，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只会和这个人产生冲突嘛。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每天呢都能够花一些时间呢来思维这个皈依和发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每天呢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这个困难。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去除这些困难，或者说能够让我们内心不这么痛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思维皈依和发心。思维皈依发心呢，它能够帮助了我们呢，遇到这种大的困难的时候呢，能够把大呢化小，然后呢小化成无这样。虽然说持咒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也有帮助，就是持咒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累积资粮。但是以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下手处呢，就是去思维皈依发心呢，对我们的利益呢才是最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如实的呢，在每天早上去思维这个皈依发心的时候呢，那我们一整天呢，内心其实都能够感到非常的安稳。那为什么内心会感到安稳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有透由这个发心的摄持之力。那虽然说透由发心的摄持之力可以让我们的心感到安稳，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发起了真实的这个发心。那虽然说没有升起真实的这个发心，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发心的摄持之力呢，它还是可以让我们感到安稳。就如同刚所讲到的例子，就是虽然呢这个烦恼的，只要一早呢有这个烦恼摄持之力的时候呢，都会让我们的心感到不安。同样的呢，如果我们透由观修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透由这个观修皈依发心的摄持之力呢，它就能够让我们的一天的内心呢都保持安稳。那如果说是我们一早起来呢，就已经发了一顿脾气，就已经先升起了嗔心。那升起嗔心之后呢，再来观修这个皈依发心的话呢，那皈依发现这个力量呢就很难发出来。就如同白纸上面呢沾到油，或者说沾到墨汁呢，它道理是一样。你只要沾到墨汁之后呢，那你要再把这张纸弄白呢，就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就想要说呢，所谓的这个我执呢，它就是升起一个就是不关待运体的这个我。但是呢，透由观修菩提心呢，如何做对治呢？因为呢，我们就是因为内心有强烈的这个，就是有一个不关待运体的这个我之后呢，我会认为我自己非常的珍贵。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我爱值呢就会不断的增长。但是呢，当我们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菩提心它最主要对治就是我爱值嘛，就是对治我爱值而升起这个爱他心。那当我们升起爱他心的时候呢，去执持这个不关待运体的我的这个能力，它自然而然就会消解。所以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呢，像解释到这边就是解释到无我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讲到说，哦，这里指的无我呢，都是指细分的无我，也就是呢，要指的是普特伽罗呢，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那也讲到说，就是我们在通达无我的时候呢，所通达的这个普特伽罗无我呢，就是通达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那在了解这些的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无我？因为知道说，哦，了解无我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唯有通达了无我之后，透由通达无我的这个智慧呢，我才能够去对治我执。那为什么通达无我的智慧，它能够去对治我执呢？因为呢，它所指使的呢是和我执所指使的呢是正相违。那了解这两者是正相违之后呢，我就要和我的心绪来做结合，这样。因为你要了解到对治法，我们学习经典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到说我如何去对治烦恼，
我如何呢去对治我的这些心里面的这些错误的这些了知，我该如何的去对治？所以听到了解释之后呢，除了了解字义之外呢，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要结合心绪。为什么要结合心绪？因为唯有和我们的心绪相结合之后呢，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去除痛苦的方法。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去商店买东西一样。当我去商店里面呢，就是看到好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好的电视或者说好的电脑的时候呢，我升起一个想买的心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就会去想说，哦，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买的，那我该怎么去购买，或是我该怎么样可以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呢就会去找寻方法。所以呢，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呢，要如同呢像我们去商店买东西一样，看到好的东西呢，你会想办法呢去把它买下来。但学习经论呢，不可以像是去博物馆一样，因为呢，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呢，虽然说里面的东西都很珍贵，但是呢，你也知道说这种东西我们是不可能拿到手的嘛，就顶多看完以后，哦，知道说哦它的年代、它的历史、它的故事，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只能出去之外，因为你连想都不会想说你该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嘛，因为这是没有办法带回家的东西。所以学习经论呢，要像去商店买东西一样，不要像进去博物馆看一看之后呢就出来，不要这个样子。所以在还没有开始学经论之前呢，就要问大家说，哦，大家学经论呢是要像去商店一样呢，还是要像去博物馆一样？那如果是要像去商店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好好的上课。那如果说学习经论呢，就像去博物馆一样的话呢，那我们应该就可以开始休息了。就是说，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是用哪一种心态呢在做学习？就像我们在去商店的时候呢，还没去之前，我一定就想说，哦，我到了那边呢，我想要买什么东西，你一定是内心有一个觉得说，哦，你能够得到什么东西，或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呢，你才会去这个商店里面，才会去买东西嘛。那去博物馆的时候呢，还没去之前，其实我们内心就已经知道说，这些东西我们顶多就是听听它的这些历史，然后了解一些典故之外，我是不可能把这个东西带回家的嘛。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呢，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你是知道说，你去这边是可以把东西带回家的；另外一个你就只是知道说，你去就只是听一听而已，你不可能把里面的任何样的东西带回家。就是我们在讲到说通达无我呢，还有承许无我呢，还是不同的这个理解方式。因为以克祖哲大师来说的话呢，克祖哲大师他有讲到说，就是只要是佛教徒的话呢，他一定会承许无我。那就是说我们在最主要会有争议的呢，就是一切有部里面像是独子部。那独子部是否承许这个无我呢？那克祖哲大师还有贾陶杰大师他们两位呢，就是承许稍有不同。那以克祖杰大师来说呢，他是说一切有部，像是独子部等等呢，那他们呢也是承许无我。为什么承许无我呢？因为没有不承许四法印的佛教徒。那他既然承许四法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是承许无我。所以只要是佛教徒呢，都是承许无我的。那这是克祖杰大师的承许。那贾长杰大师呢，他是认为说，像是一切有部的独子部，他们呢是不承许无我的。所以是否是佛教徒呢，并不是以见解来做区分，而是以行为，就是看他是否承许呢，就是三宝呢是我们的皈依处。承许三宝是皈依处的呢，就能够称之为是佛教徒。因为是佛教徒呢，不一定承许呢无我。那像是一切有部的独子部呢，他就不承许无我。那这个呢，就是贾朝杰大师跟克祖杰大师他们两位的差别。一个呢是从见解方面呢来做解释，那一个呢是认为说是否为佛教徒呢，是从这个行为之上，就是是否承许皈依呢来做解释。那如何呢？就是去解释，就是两位大师的程序呢是没有相违的呢。那这个呢，其实无论说是在入中论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中观的时候呢，都会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在讲到说通达无我的时候呢，所通达的这个无我的无我所没有的这个我呢，指的呢就是不特伽罗呢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但是呢，我们在是否承许无我的时候呢，所讲的这个承许的这个所不存在承许的这个无我呢，所承许的呢是不特伽罗常一次属空的这个无我。所以从这边呢来做解释，就是说呢，下部中呢
就是像是读子部呢，他们也是承许说就是无我。他为什么承许无我呢？因为他承许呢不特伽罗常一自主空。但是呢，他们是否有通达无我呢？并没有，因为他们并不承许，他们也没有办法通达不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所以从这边呢来说，就是两者的这个区分。所以也从这边呢来解释说，两位大师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是不相违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程序呢，就是补特伽罗常因自主空呢是初分补特伽罗无我，以及程序补特伽罗呢独立实体空呢是细分补特伽罗无我呢。那这边的重点呢，就是像刚刚讲的，就像刚才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说佛教徒呢所承许的无我跟通达的无我呢，它是有差异的。那以及说呢，就是细分无我以及初分无我。那为什么要分为这两种无我呢？因为就是它在对治我执之上呢，最主要是因为透由正得细分无我的智慧呢，它才能够对治我执的缘故。所以一般在讲说通达无我呢，指的都是指通达这个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之前呢，就是荣基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讲到就是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我执的时候呢，这种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我执呢，它是只有遍计我执而已，它并没有俱生我执。因为呢，我们假如说俱生我执的时候呢，就是与生俱来，然后能够任运而生，它不一定要透由这个邪宗义或是邪导师呢，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我执呢，就是指使补特伽罗呢是真实独立实体的这种执着。因为呢，为什么说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我执呢？它一定是要透由中义。因为如果没有学习中义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会去支持说呢，普特伽罗它是常法，或者说去支持说普特伽罗呢它是无方分，或者说普特伽罗呢它是不需要依靠着因缘而生，然后由此呢去就是不需要任何人教呢，我们就能够任运而升起呢。普特伽罗呢，它是常依自主的这种执着呢是没有办法升起的，所以。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我执呢，它是遍计的我执。那唯有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就是不关带运体，能够独立实体安立的这个我呢，这种执着，它才是具身的我执。那也就是呢，我们只要说通达无我时候对峙的这个我执。那也因为呢，就是支持普特伽罗呢常依自主的这个我执呢，它是遍计我执。那支持呢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执着呢是具生我执。那一个是遍计我执，所以呢在见到无间道的时候呢正对治。那在见到解脱道的时候呢，就能够断除这个普特伽罗呢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那所以他在就是三乘任何的这个见到无间道的时候呢，都能够正对治。那三乘任何的，就是见到的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呢，就能够断除。但是呢，对于这个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那它又分为九品，所以它的这个细品细分的时候呢，要在就是金刚预定三摩地的时候呢，做正对治，也就是在修到最后的这个无间道的时候，也是我们所讲的金刚预定三摩地。在金刚预定三摩地的时候呢，正对治，那何时断除的时候呢，就能够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呢，因为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我执呢，它是遍计我执的缘故，所以它是见道所断。所以在很早就是获得见道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时候升起解脱道呢，就断除了这个遍计的我执。但是具身的我执呢，要一直到就是尤其是细品细分，因为我们讲说它分为九品嘛。那在九品里面呢，它细品细分的这个执着呢，就要到最后面的这个金刚修道的这个金刚预定三摩地的时候呢，正对治。那何时对治呢？断除之后呢，就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所以呢，就是我们这里呢，就是无论说像是我们学习经论，我们像是在广论里面，或是在经曼论里面呢，都有提到说，就是我执呢是轮回的这个根本。所以在讲说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呢，指的呢一定是细分的这个普特伽罗我执，也就是支持呢普特伽罗是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才是轮回的这个根本。因为呢，我们一般在学的时候呢，就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需要说哦。普特伽罗呢，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呢，它是初分的我执。它既然是初分的我执呢，所以它也是我执。但是呢，我们在讲到就是一般我们在讲到说所谓的这个我执的时候呢，指的呢一定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
也就是说呢，我们所讲的轮回的根本的这个我执呢，它一定呢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或者讲到说，我心绪当中呢轮回的根本的这个我执呢，也一定只说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在外道徒的心绪当中呢，它有支持呢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同样呢，它有支持呢普特伽罗是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那外道徒心中呢，它轮回的根本的我执呢是哪一个呢？那我们还是要安利外道徒心绪当中呢，支持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是他心绪当中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而不能够安利他支持常于自主的这个执着呢，是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那为什么呢？我们会讲到说，就是外道徒心绪当中呢，他所谓的就是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呢，要安利普特求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因为呢，这个外道徒呢，他从无始以来呢，无论他投身到哪一道六道中的哪一道呢，才在轮回当中流转最主要的因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具身的普特求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才会让他在不断的呢在轮回里面流转。那他支持普特求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呢，他并不是让他无始以来呢能够在轮回里面不断流转，让他在轮回当中系服最主要的这个因，因为我们就讲到说，普特求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呢，他一定是今生呢，就是因为学习了外道的这些典籍之后，还有了这个中义。有了中义的这个概念之后呢，他才会升起普特求罗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所以呢，这个是他今生呢升起的这种执着之外呢，那他前世呢是否是一定呢会升起普特求罗常依自主这个执着呢？这个是不一定的。那么他在前几世呢，如果说他投身为佛教徒的时候呢，他同样也不会升起这个普特求罗是常依自主的这种执着。所以能够让他成为他在轮回当中系服，无法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或是让他不断在轮回当中流转，最主要的因呢，就是因为无始以来呢，他投身于何处呢？都是因为由这个普特求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执着呢，他才会让他在轮回里面不断的这个流转。所以虽然在广论当中呢，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说，哦，我们在讲到说，我执呢是轮回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我执呢，是讲说它是具身的我执或是遍计的我执，但是可以从这个理路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广论里面所讲的这个我执呢，它一定是指说从无始以来能够让我们在轮回里面流转，能够在轮回当中系服最主要的这个因呢，才能够成为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那这个呢，就只能够安立具身的这一种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执着之外呢，是无法安立遍计的这个我执的。而且刚举一个譬喻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呢，那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叫做小林好了，那小林呢，他可能就是从小交了一个这个坏朋友。那小林他本来可能是不吸烟，但是之后呢，他可能因为就是他交了这个坏朋友之后呢，那他就开始吸烟啊，然后就是做一些不好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一定会说，哦，这个小孩子小时候很不错，那他交了哪一个坏朋友之后呢，然后因为这个坏朋友的影响呢，他才会开始就是吸烟啊，有一些不好的这个行为。那我们在指说谁是他的这个坏朋友的时候呢，一定只说这个坏朋友呢是长期跟在小明的这个身边的时候，我们才会说是因为这个坏朋友影响了他嘛。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只是有时候跟在小林旁边，有时候呢又没有跟在小林旁边，就是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或是偶尔才出现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说这个人呢影响了小林什么。大家稍等一下。人们说他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突然断线，那他在看怎么调整，大家请稍等一下。那总之就是人们刚刚就有这个坏朋友，就是说一定是长期在他旁边影响他的，我们才会说这个人影响了小林嘛，不会说一个久久才出现的一个人呢，我们就说他影响了他。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指这个我执的时候呢，是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的时候，也一定是长期呢，就是一直跟在我们身边，并不是偶尔升起的这种片剂的这个执着，它没有办法成为轮回的这个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呢，就是在广论里面呢，就是虽然说广论里面也有提到说片剂的这个我执，片剂的这种实质，那但是呢，广论里面就是广论里面有提到说呢，就是能够成为我执的呢，就是无论说他有学中义或是没有学中义呢，这种执着都能够成为他
在轮回中系服的这个主要的因呢，那这个主要的成为能在轮回系服当中的主要的这个因的呢，那才是呢就是轮回根本的这个我执。所以虽然说呢，宗喀巴大师在广论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到说这个遍计我执呢，并不是轮回的这个根本，但是可以从这句话就是说，无论是说你有学中义，或者说无学中义呢，它都能够成为你就是在轮回当中系服的这个主因呢，那就唯有这个遍计，唯有这个具生我执呢才有办法。因为我们刚就有讲到说，遍计的这个我执呢，它是只有我们学了中义之后，我们才会升起这样的执着。你没有学中义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会升起这样子的执着。那既然任何无论是有学中或是无学中义呢，都能够成为你在轮回当中系服的主因的话呢，那就只有具身的这个执着呢，才有办法做到。遍计的呢是没有办法。就像刚所讲的例子，一个小孩子会学坏，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坏朋友会讲说，最主要的坏朋友，他可能会学坏有很多的这个原因，但是会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人是他最主要的这个坏朋友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人最常跟他在一起嘛。其他人可能有时候也会多多少少影响到他，但是影响到他最深的呢，一定是长期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人呢，我们才说哦，这个人是让他变坏的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这边呢，人们现在还有想到就是很多的例子，但是呢，就是不在这边呢，就是继续转圈圈，我们就继续往下做解释。那接下来呢，就是25页的最后一行呢，讲到说，若根据瑜伽行的中观派呢，则是主张色即直色之量呢，一直空的，一直空呢是初分的这个法无我，然后还有主张呢，一切呢就是法地时空呢是细分的这个法无我。那这个呢，就如同上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说呢，就是指使普特伽罗呢，常依自主的这个执着呢，它是初分的这个法我执。但是呢，初分的法我执呢，它并不是我执，因为我执呢一定要是细分的法我执，只要是我执呢，它一定要是指使呢普特伽罗。一定要是支持普特伽罗呢真实独立的实体的这个执着呢，那才是所谓的我执。所以，如同于此呢，我们在讲到说，这里呢虽然承许呢色和直色之量一直空的这个色和直色之量一直空的这个是初分的这个法无我，所以呢，在直持呢色及直色之量呢。非执亦空的这个执着呢，它是初分的这个法我执。那初分的法我执呢，它也不是法我执，因为只要是法我执呢，一定就要是细分的法我执，就一定要是指使呢诸法是谛实执着的这种细分的法我执。所以，同样呢，如同上面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在通达无我的时候呢，一定要讲到说它是通达呢，就是普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那这个呢才叫做通达无我。通达普特伽罗常依自主空呢，不能够表示呢通达无我。所以呢，在讲到说通达法无我的时候呢，如果只是通达呢，就是色和直色之量一直空呢，那这个呢没有。不能够代表它通达了法无我，要通达法无我呢，一定要通达呢，就是诸法谛实空的呢，那才能够叫做通达法无我。而且呢，就是这边想要说，就是主张呢，他承许呢，色和直色之量一直空的这个空性呢，是初分的法无我。那这里所指的这个初分的法无我呢，还有特质就是一定要在色还有直实色之量呢，就是这两种色和直色之量呢，这二者呢是一直空的呢，才是初分的法无我。如果你讲的呢是了知以及直取了知之量一直空呢，并不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初分的这个法无我。这里所指的初分的这个法无我呢，一定要讲到说色即直色之量一直空。那就是同样的呢，这里所讲到色和直色之量呢一直空，还有呢就是外境成立空，还有二取空或是二空呢，这些都是同一。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这里想要说呢，就是承许就是诸法谛实空呢是细分的法无我呢。那这边要特别注意呢，这里所讲的谛实呢，指的是谛实成立，因为我们之前就有讲过，就是法性、空性还有谛实，就是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就是和空性同义的这个名相嘛。
所以就想要说，像地实、法性、空性这些呢，它的意思呢是同义的。所以直接讲到说，诸法呢，地实空呢，并不是说诸法呢就是空性皆空，叫做细分的法物，并不是这样理解。这边讲说地实空，讲说诸法都是地实成立空呢，这个才是细分的法物，而不是说诸法呢都是空性之空，所以叫做细分的法物。所以这边就是不要理解，这边讲的地实则是指地实成立。那还有这里讲到说呢，诸法呢都是地实不成立，就是说诸法都是地实成立，空呢是细分的法物呢。那在讲细分的法物，并不讲说一定要安立这个诸法或是一切法之上呢，它是地实成立空这一点，可以安立各个这个别项，像是我们讲到说平直地实成立空呢，那就是平直之上的法性，平直之上的空性，平直之上的地实，或者说平直地实成立空呢，那就是柱子地实成立空呢，就是柱子之上的法性，柱子之上的空性，它是可以一一呢去做和个别的法类呢去做结合。不知道说大家对于上述的内容呢有没有问题？那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问。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接着就继续往下做解释。因为今天就是在上面这个部分呢，就是稍微就是耽搁了一些时间。就是刚前面呢，在讲到这个粗分的补特伽罗乌我，还有细分的补特伽罗乌我呢，在那边直绕圈圈，好像已经绕到了80岁这样。那荣切说他就等了1分钟，如果说1分钟后呢，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那荣切就继续往下做解释。那虽然说呢，就是刚有一点忘记跟大家解释，就是刚讲到说这个余切型的这个秩序派呢，它程序呢就是色和质质量值异空呢是这个初分的法我，然后呢程序就是除法呢第十成立空呢是细分的这个法我。那讲到说细分的法我呢，它和空性呢是同义的，所以在程序空性的时候呢，它只程序就是诸法第十成立空呢为空性之外，其他无论说是粗分的补特伽罗无我也好，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也好，或是呢粗分的这个法无我也好呢，它都不承许是空性。尤其是补特伽罗无我呢，对于这个余切型秩序派来说呢，它一定呢不承许说它是空性。因为如果说承许呢补特伽罗无我是空性的话呢，那就变成说要承许只要是圣者的话，它就能够通达空性。但是承许圣者呢都通达空性的呢，这个是只有应成派而已。因为应成派呢，它的不共的这个八个程序里面呢，有一个程序就是程序叫做圣者呢皆通达空性。那这个就是应成派和秩序派呢最大的一个差异。因为秩序派并不承许说只要是圣者呢就能够通达空性。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补特伽罗无我呢安立为空性的话呢，那就会有说秩序派呢，他也得承许呢，只要是圣者就承许就通达空性的这个过失。所以这边秩序派呢，余切型秩序派呢，他所承许的空性呢，就只有唯有这个诸法第十成立空，也就是唯有他只承许第十成立空这一点呢为空性之外呢，其余无论是粗分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也好，或是粗分的这个法无我也好呢，都不承许是空性。那这里呢，就想要说，就是两种无我呢是由所破呢来做区分的，而不是由空性的基础来做区分。空性的基础主要就是这个所空处。那所以呢，人们界这边就是大家看人们界这个手指头呢，一根手指头呢代表的是这个细分的这个人物，一根手指头呢代表是细分的这个法无我。那细分的人无我呢，我们知道说细分人物和它的相反是什么呢？细分的人物和它相反的人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嘛。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和细分的人物我呢，这两个是正相违的。那同样呢，细分的这个法无我呢，和细分法无我呢，就是正相违的呢，就是第十成立。所以呢，这讲说两种无我呢是由所破来做区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那什么叫做细分的人无我呢？细分的人无我或是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呢，就是遮止了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呢，叫做细分的人无我。那同样呢，遮止了第十成立的这一点呢，叫做细分的法无我，所以就遮止了所破之后呢，去安立两种无我，所以才讲到说两种无我是由所破来做区分。
所以也就是说呢，两种无我是由所破来做区分，而不是由所空处来做区分。这什么意思呢？不是由所空处来做区分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解释两种无我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不特伽罗之上的第十成立空呢，这个叫做不特伽罗无我。那法之上的第十成立空呢，叫做法我，并不是由所空处所空是不特伽罗之上，所以它是人无我。那所空处呢是法之上，所以它是法我，并不是透由这个角度呢来做区分的。所以这一讲要说，并不是由这个所空处来做区分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光从这个名言上来看呢，人无我或是不特伽罗无我，还有法无我的时候呢，在讲到说不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会有人说，不特伽罗之上的无我呢叫做人无我，那法之上就是不特伽罗以外的运体之上的这个无我呢叫做法无我。那这种角度呢，就是从所空处呢，然后来做区分，但是秩序派呢，并不是这样去做区分的。就不论你的所空处呢是补特伽罗也好，或是补特伽罗以外的运体也好，只要是呢补特伽罗之上呢真实独立实体空呢，那这个呢就是补特伽罗无我。补特伽罗之上呢第十成立空呢，那这个呢就是法无我，或者说呢运体之上的真实独立实体空呢，那这个呢就是补特伽罗无我。运体之上的第十成立空呢，那这个呢就是法我，所以才讲说它是由所破的这个观点来做区分，而不是从所空处来做区分的。所以呢，假如说两种无我呢是由所破呢来做区分，而不是从所空处呢来做区分。所以最主要就是看你的所破呢是什么。如果你所遮止的呢是不特伽罗呢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一点呢，那它就是不特伽罗无我。那如果它所遮止的所破呢是第十成立的这一点的话呢，那所安立出来的呢就是法我。所以不管你的这个所空处呢，无论你所安立的这个是不特伽罗之上，或是运体之上，或是什么东西之上呢，凡是从所遮止的这个所破来看，它遮止的呢是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一分的话呢，那所得到的呢就是不特伽罗无我。它所遮止的呢是第十成立的这一分的话呢，那所获得的呢就是法无我。所以呢，为什么是这样做区分的呢？接下来就解释到说，一级呢，在这个所空处或者说所空室呢，这个不特伽罗之上，你所破的这个所破呢，如果是第十成立的话呢，那它就是细分的法我。那你在这个所空处或者说所空室呢，不特伽罗之上，如果呢你所破斥的这个所破呢是不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的话呢，那这个呢就是细分的不特伽罗无我，所以才讲到说呢是由所破呢来做区分。那为什么要安利说就是两种无我呢是由所破来做区分，而不是由这个所空处呢或所空室来做区分呢？最主要就是要区分出和应成派的这个不同。因为应成派呢，它是以就是所空处，就是补特伽罗第十成立空的这一点呢，叫做补特伽罗无我。那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像是运体之上的这个第十成立空，第十成立空呢，那就是法无我。所以应成派呢，他在判别两种无我的时候呢，他是从所空处来做区分，而不是从所破来做区分。因为应成来说呢，所破呢它是一样的，所以应成在做区分的时候呢，它是以所空处或者说我们讲所空室呢来做区分。补特伽罗之上的补特伽罗之上的第十成立空呢，那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补特伽罗以外呢，诸法之上的第十成立空呢，那这个呢就是法无我。所以这边就是区别出了秩序派及应成派的不同。我们一起做回向，愿将我们今天所闻法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特别是三教法王中各大师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源远流长。那我们也回向尊者能够，尊者和一切和我们具法言的上师能够发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所有的持教大善之士也能够发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也能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所有的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是佛教徒或是非佛教徒，那佛教徒里面无论说是
有宗教信仰里面呢，无论说是佛教徒呢，或是非佛教徒呢，那也祈愿他们都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那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呢，没有任何的战乱以及疾疫，特别是新冠肺炎呢，能够早日的洗除。那总之呢，就是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一切有情，那祈愿一切有情呢，都能够早日成就佛果位。잠배 바오 지들 케마당 군도 勇猛文殊如是两书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瞻视一切善事圣者众所作任何殊胜皆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未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善供养奉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即忏悔统一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并行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更圆满。观音自在电经假错尊，莲足坚住只是善有之。至亲显密教法册，善智为生顶上言，智慧礼善事业缘，众生导师愿求助。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为教法明灯十善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中妙善皆究竟。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知他尽罪而济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俱安乐，一切而却恒时空。菩萨任神数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